感情起起伏伏，好似坐過山車。事業遇到瓶頸，唔知點突破。財運時好時壞，玩唔到規律。係咪成日對住問題，眼光光瞓唔到？深夜刷手機都不停搜索，人生應該點？唔好再自己一個人胡思亂想。玄學師傅陳元日嘅撲克占卜，同你撥開迷霧現青天。每個問題只要港幣78蚊。講到占卜，你係咪擔心唔準同浪費錢呢？或者聽完一堆廢話都等於無講？陳元日師傅嘅撲克占卜，靠嘅係實打實嘅口碑，鑽研玄學幾十年，對撲克占卜有獨到心得，無需複雜儀式，憑一副撲克就能精準睇透你嘅運勢軌跡。無論係姻緣定家宅、職場升遷關鍵，定係投資風險評估，只要你咁問，師傅就咁一針見血答中核心。好多老顧客都大讚，師傅比我自己更了解我。最抵讚嘅係唔使大錢就可以獲得專業解讀，出面占卜隨隨便便就幾百幾千蚊。呢度每個問題只要港幣78蚊一杯咖啡嘅價錢，就能換來明確指引。一餐外賣嘅預算就能幫你避開路上嘅暗礁。無論係小事糾結定係人生重大抉擇，都可以問，性價比真係高。而家立即點擊下面留言諮詢，同陳元日師傅講你嘅困惑，師傅會一對一專屬解讀，將模糊前景變成清晰答案，等你行少啲冤枉路，把握黃金機會。唔好再等船到橋頭自然直，主動問一句，分分鐘改變你之後嘅整個人生運程。快啲行動啦！